做緊一台係舒滑治療，咁咧之前就有好多朋友問我啦，我腳上面有啲靜脈曲張，應該點樣改善佢，或者點樣消除佢啦？咁通常嚟講，腳上面出現咗一個明顯嘅靜脈曲張啊，佢係冇辦法自己消除嘅，一定要通過做手術先至有可能會恢復嘅。咁今日咧就教大家3個小動作，可以改善呢個靜脈曲張、靜脈回流嘅情況啊，預防一啲血栓嘅情況啦。咁第一個咧就係踏步啦，嗱，原地踏步，大家一定要抬起嗰個腳碰到呢個膝頭哥，碰到呢個手，甚至乎有條件嘅話，你可以原地跑步隻腳係墊起身嘅，好有彈性嘅咁樣嘅話，可以好好咁樣激活我哋呢個小腿嘅肌肉泵可以促進嗰啲血液往上面回流，改善一啲脹腫嘅情況啦。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墊腳啦，墊起個腳踭同樣可以激活到我哋個成個小腿嘅肌肉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呢個踩剎車好簡單嘅勾腳尖亦都係可以改善嗰個血液回流嘅情況，改善靜脈曲張嘅情況所以呢3個動作咧，大家平時喺工作亦好啊，日常亦好啦，或者出去坐車、坐飛機都好啦，都可以趁機會喐一喐佢，可以好好咁樣改善靜脈曲張嘅情況啦，改善佢嗰啲血液回流唔係幾好嘅情況啦，同時仲可以預防嗰個血栓嘅問題。OK， 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問題，歡迎你留言落嚟同我一齊討論。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